新闻台视来看南北第二届协商今仔早起进行，除了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、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、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，也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做见证。双方协商2点外钟达成协议，决定要综合各界的民调、甲南北内部的民调，第18来决定正副总统的人选。在进行的过程当中，如何为了共同的理念，为了国家的安全、人民的福祉，大家放下个人，在政党的合作下往前迈进，完成第3波的民主改革。为了让第3波民主的改革，我们协调出来2党合作的方式，在这几天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。今天大概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，到底因为在台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联合政府，所以联合政府如何组织、如何运作，这个当然都是一个尝试。经过150分钟的讨论，南北双方同意要推派3个民调统计专家来评估11月17到11月17社会各界公布的民调的结果，佮加上国民党、民众党分别来提供1份内部参考的民调。双方同意讲，若超过统计的误差，赢的人得1点哦；若属伫统计误差的范围内，后科配就得1点。结果会伫11月18，马英九基金会会来公布。未来两党买做伙来组成竞选委员会，互选正副总统的候选人，甲2党推荐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，无分区的政党票就要靠家己拍拼咯。